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离明年的总统大选剩最后的33天，今仔日候选人来抽号码，侯友宜是派代表去抽，郭文摕甲萧美琴亲身到位来抽，抽出来的结果是1号郭文摕，2号赖清德，3号侯友宜。义无反顾，拼一次，最好选择选1号。2024总统大选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摕抽到1号签王。我是西医的，没有很注重这种东西的，就是一个号码嘛。美德双全，稳健向前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派出副手萧美琴来抽签，抽到2号，代表着胜利的2号。那美德配也会继续的努力。我们一定要让台湾赢。做你的靠山，台湾换新生。国民党的侯公培都无出席，由发言人李丽晶抽了3号。2024总统大选的号码抽出来，伫咧中选会内底，郭文摕和萧美琴伫咧场内互动，受到大家关注。伫咧抽签进前，郭文摕来时已经坐伫咧椅仔萧美琴有甲伊点头一个，不过郭文摕无向萧美琴方向看，两人中隔一条路。伫咧等待时间，郭文摕才为边仔看一下，直到抽签结束，萧美琴一直伫咧等待和郭文摕握手。上尾离场进前，萧美琴抓着机会主动甲郭文摕握手，两边嘛拢展现风度。哦，那个直播的事情哦，那个不必麻烦到我了。这个我们反正我相信未来的一段时间1-2个礼拜哦，要去赖清德老家门前。办那个直播的多的是啊。不过新北市的公园已经明白讲，赖清德的旧厝是资本调户的违建，伊规定无伫咧优先拆掉的范围内底，只要翕相列款。那郭文摕副手吴欣盈的财产问题是继续伫咧探烧。跟网红去他英国豪宅前面直播，她嫁给有钱人，这也不是她的错啊，对不对？她先生有那栋豪宅。我是不晓得那个到底是多豪宅了。总统大选抽签号码3定兄到民众党的郭文摕接受访问，无放过任何进攻机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